等咗20年啦，西沙灣史華斯終於收樓啦！事不宜遲，全網首發帶你睇現樓，出發！我哋先嚟欣賞一下呢個咁壯闊嘅海景。講真，我上到嚟第一眼見到呢個海景嗰陣時，我係只能夠用震撼兩字嚟形容啊！當年發展商賣600幾萬嘅呢個單位，3房513尺，上到嚟呢一個無敵大海景，再加埋下邊西沙高柏商場嘅景觀，實在係太靚啦！而家呢個單位513尺，3房緊廚單位。首先望到廚房嘅位置呢，做翻一個標準廚房嘅設計啦。其實呢啲所有嘅電器品牌呢，新鴻基係已經幫你準備好晒㗎啦。如果要收租嘅你呢，直接出租都唔使配任何嘅嘢。門口嘅位呢，都好細心啊！呢個走廊位有啲人話嘥位，我認為係好好，分隔咗客飯廳，而且做埋呢一些咁嘅鞋櫃，相當之細心咧，只能夠形容為。嚟到睡房區。左手邊廁所畫龍點睛嘅係佢係有名廁嘅設計嘅，然後右手邊呢一個係工人房或者儲物間嘅位置，甚至乎你話做間 BB 房得唔得呢？得，因為佢樓底相當之高。呢一間細房呢，有兩邊窗嘅，呢個範圍呢，就可以望到我哋嚟緊將會賣嘅2期4座嘅單位，有個氣窗啦，做翻個對流窗嘅設計。加上呢一個 L 型嘅落地大玻璃窗，望翻我身後呢一個咁壯闊嘅海景，呢個單位嚟緊會賣幾錢？我只係話俾你知，都會好震撼。